Hello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星星字頻道，我係主持阿 Ken。今次阿 Ken 嚟到咗深圳羅湖水貝呢個地方，帶大家睇翻個雙地鐵口嘅物業，現樓送精裝修，並且買一層送一層嘅，租金回報率咧都係好高啊，達到咗5厘嘅。想投資嘅朋友咧，唔好錯過今期呢條片啦。咁啊，身後咧就係7號線嘅洪湖地鐵站，咁呢個樓盤咧就喺個右前方呢個位置，翠湖大廈。咁啊，翠湖大廈咧89米就係地鐵站啦。佢係一個雙地鐵口嘅物業嚟嘅。首先樓下咧就係呢個洪湖地鐵站7號線，喺西邊咧就係田貝站3號線。咁我呢個樓盤嘅交通咧，10分鐘揸車可以翻到文錦渡口岸嘅，咁翻羅湖都係10零分鐘啦。如果公共交通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最近翻羅湖口岸只需要5個站10零分鐘就可以翻到去嘅。咁亦都可以坐6個站啦，洪湖地鐵站轉成6個站，咁都係10零分鐘可以翻得到蓮塘口岸。咁亦都可以翻福田口岸啦，翻福田口岸坐洪湖地鐵站呢度去到福民轉線咧11個站，咁係20分鐘左右啦，都可以翻到福田口岸嘅。咁啊呢個位置咧成片嗰度咧就係60萬方嘅洪湖公園、荷花展啦、月季啊等等呢啲花展啦喺度悠閒有湖嘅。一陣間我哋上去睇到示範單位實體景咧，可以望到呢個洪湖公園嘅景觀。咁呢個商業嚟講咧都係好方便，因為咧水貝呢邊咧咁多嘅珠寶交易咧，亦係全國最大嘅珠寶交易市場咧，就係呢一個位置。我哋行一行啦，咁其實呢度係 D 出口，咁樓下最近咧仲有個 C 出口嘅，都係洪湖地鐵站。咁啊，如果行路翻呢個樓盤嘅話，翠湖大廈咧就可以行呢個，冇咁多陰影，又或者行嗰邊咧都有啲樹嘅。咁我哋依家行到呢個位置咧，可以望到嗱右手邊呢度咧就係翠湖大廈嘅。咁我哋先行下呢邊嘅商業，樓下呢啲商業咧就好方便、好熱鬧噶啦。OK， 爭啲行嗰度行唔到出去添。嗱，我哋樓下落嚟呢度咧，嗰度有條路過嚟，翻嚟呢邊咧就係水貝嘅肉菜市場喺呢度。咁呢啲新鮮嘅蔬果肉類啊，全部都可以喺度買到。咁呢啲街鋪咧都係好熱鬧啊。咁前面咧就係10萬方嘅京基 KK Time 嘅 shopping mall 啦。咁我哋屋苑行過去咧，亦都係幾百米可以行得到啊。嗱，咁我哋喺呢個方向再行一行，帶大家介紹下，慢慢行一行，究竟樓下嘅配套係點樣，方唔方便？因為好多朋友都會懷疑，你30平方，可以租到4500至到5000蚊，呢度真係唔缺租啊！因為珠寶交易市場咧，好有錢啊啲人，基本上咧喺全國各地想做珠寶生意嘅咧，第一站佢都係嚟到呢個羅湖水貝嘅地方，全國最大嘅珠寶交易市場，喺呢度先做到生意，有埋經驗。嗱，咁呢個方向過去咧係屬於西邊嘅，咁過去300幾米就係田貝嘅地鐵站，2個地鐵站啦。咁呢邊咧就係廣發珠寶城啊，再過去咧就係好多國際交易嘅珠寶城。除咗商業咧賣珠寶咧，呢個樓盤唔可以唔提嘅咧，仲有一個係深圳中學咧，就喺附近幾百米嘅，所以咧好多呢啲家長佢小朋友喺度讀書咧，佢都會喺呢邊租樓陪讀，陪個小朋友喺度讀書嘅。咁另外醫院嘅話，直線1公里啦，就可以去到深圳市嘅人民醫院。咁深圳市人民醫院咧睇牙科啊、睇眼啊呢啲咧就排隊唔使咁長時間，咁都係費用唔使咁高嘅。咁啊睇翻我哋呢個樓盤嘅情況啦，翠湖大廈，咁佢係分咗3個區，咁下低1到4樓咧，1樓係街鋪3000方嘅商業，上面咧都係商業嚟嘅。咁5樓往上到18樓咧就係商辦公寓，可以辦公，依家賣緊都有，全部都係200幾方大積嚟嘅。咁19樓到31樓咧係高區，我哋嘅高區咧係商務公寓，3米6層高，買一層送一層嘅。
咁佢高區咧商務公寓咧，佢就係總共有每層31伙，5個電梯，平均嘅話係大約一個電梯就服務85伙嘅業主嚇。現樓送埋裝修，咁咧發展商咧係有優惠有特價，118萬就可以買到，租金回報率5厘。我哋公司咧都會額外回贈3年嘅物業管理費，或者家私家電大禮包，又或者可以自然翻俾到各位朋友嘅。咁我哋依家就上去睇睇呢個實景同埋交樓標準。咁我而家上到嚟樓上睇睇呢個示範單位，呢個係業主嘅實體交樓標準啦。咁呢業主已經買咗嘅啦，就喺度配緊呢啲家私等住出租嘅。我睇睇呢個實景同埋交標啦。呢個實木門同埋電子密碼鎖咧係交樓標準有嘅。咁對過嚟咧就係廁所位啦。咁啊廁所就唔係好大噶啦。座廁咧交樓標準同埋一個 mini 嘅洗手盤啊。呢個鏡咧亦都係交標，但係冇明窗喎。經過排氣扇抽氣出去啦。咁我企緊呢個位置就係企缸位置，企缸位置就闊，但係做唔到乾濕分離嚇。咁呢個趟門咧交標係有嘅。咁廁所對面咧就係我哋嘅廚房，係做一個 open kitchen 嘅廚房啦。通唔到燃氣，只能夠用電嚟煮食啦。咁上櫃啦、下櫃啦、星盤、水龍頭啦，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咁發展商咧冇送抽油煙機同埋呢個電磁爐，咁我哋公司咧會送俾大家嘅喎。咁過嚟呢個位置咧有個櫃可以擺啲鞋咧同埋儲物嘅。咁再過嚟咧呢個走廊位置咧係個無柱燈嘅設計喎。咁啊再睇翻啦，呢啲業主已經係買咗呢啲雪櫃啊喺度噶啦，就準備出租。呢個位置咧，樓梯下底係吉咗喺度嘅，我哋要自己做翻個櫃啦，下面就可以擺洗衣機嘅。咁洗衣機咧、雪櫃啦，呢啲我哋公司亦都會送俾大家。咁啊，再睇下呢個客廳先。我哋整體呢個客廳高度咧有3.6米嘅，所以咧上面仲有一層，實量好高。咁睇睇呢個客廳嘅闊度先，度俾大家感受下。OK，咁度完咧就唔闊嘅，2.1米。咁電視咧就擺唔大，45寸嘅電視左右啦，就係冇問題嘅。咁對過呢個位置咧，擺咗個好大嘅辦公台喺度，咁正常啦。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可以擺個2-3人位嘅梳化啦。OK，咁啊睇到咧呢啲油油啦，地磚咧，地磚就係長方形嘅地磚尾縫嘅，呢都係交樓標準啦。咁過嚟呢個位置有個台仔啦，咁我哋呢度咧其實可以做個自己住嘅話咧，做個日式嘅台喺度啦，坐喺度榻榻米嗰種咧，坐喺度飲茶啊睇景都可以嘅喎。咁我哋睇下呢個落地玻璃嘅景觀，我哋係26樓，依家係東北朝向嘅呢個景觀。咁左手邊咧就係60萬方嘅紅湖公園，有荷花展等等嘅啦，可以落去喺度散步，喺公園度行一行嘅。咁上面呢個位置咧就係2樓，我哋可以落嚟做睡房區。咁上面嘅高度咧有1.3米嘅，擺咗長電之後咧，大約仲有1米左右嘅高度啦。上面可以瞓覺，同埋有4扇門嘅衣櫃位置。咁嗰個衣櫃咧發展商係冇送嘅，我哋各位朋友咧要自己做翻啦。咁喺上高咧就有個中央冷氣，呢個中央冷氣咧發展商係選擇裝修發展商幫我哋做埋噶啦，呢個中央冷氣。咁呢套30.4平方米嘅買價咧係特價單位咧118萬至到125萬左右啦。咁呢套咧首期5成59萬，月供10年咧就係6000蚊嘅。咁呢套30.4平嘅租金可以達到4500至到5000蚊嘅。咁佢出租回報率咧達到咗5厘左右嘅喎，哇，回報率非常之高啊！咁我哋睇完㗎啦，落去同大家做翻個總結。咁依家落到嚟樓下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啦。咁呢樓盤咧，翠湖大廈咧就喺我嘅後方呢個位置。我哋望到樓下呢個位置咧，人嚟人往，車嚟車往，人真係非常之多啊！咁呢個方向正前方過去咧，就係3號線嘅田貝地鐵站啦。咁我哋行過去咧，都係300零米嘅，從屋苑出發啦就可以到到。咁同樣地啊，呢個方向就係最熱鬧嘅地方，就係水貝嘅國際珠寶交易城啦，全部聚集喺度，係全國最大嘅珠寶交易中心，就係呢個位置啊。咁啊，講翻呢個樓盤咧，有咩不足嘅地方咧？有嘅，我第一個咧，我覺得就係樓盤唔大啦。當然啦，公寓嘅樓盤全部都係咁樣嘅。你想要環境好咧，只能夠買大啲嘅樓盤住宅。咁其實喺羅湖嚟講，依家好少有好大嘅地啊，可以做到大樓盤。基本上都係細樓盤嚟噶啦，咁仲有係有啲朋友話，聽到咁正，又係公寓，咁冇計嘅，因為咧你公寓先有呢種性價比，回報率先高嘅。當然啦，附近都有住宅，喐不喐就係7萬、8萬一個平方米，都係大積80幾平、90幾平、成100幾平嘅，
下下上會咧都要700-800萬嘅喎。咁你嘅回報率咧反而就冇呢個翠湖大廈咁高啦。咁啊講翻優勢啦。咁我聽到咧sales 同我講咧，有個香港客戶咧一次就買咗6套嘅。佢唔知道呢邊有住宅咩？佢當然知道。咁佢如果係700萬左右啦，即係你買到6套細單位啦，700萬出頭，咁你係可以買到住宅嘅。點解唔買呢？買住宅租先係2萬幾蚊一個月。咁假如佢買到6套喺度租，每一套4000到5000蚊，咁佢6套咧就可以租到3萬蚊啦喎。咁所以呢種回報率咧係比住宅高好多嘅。並且買公寓咧係冇要求，買住宅咧香港朋友只能夠買1套住宅，所以呢個業主朋友咧佢都係考慮到。當然啦，佢對呢個水貝嘅地方都係有信心，做個參考嘅。你睇下呢個地方啊，人嚟人往，車嚟車往，基本上咧，如果係投資買翠湖大廈，佢係唔會有呢種空租率嘅情況，因為真係太多人啦。呢個地方我覺得咧，感覺好似去到香港咁樣，但係香港咧就冇咁多電雞嘅。咁呢個樓盤嘅優勢咧，就係水貝交易市場呢個位置啦，非常之好出租，我覺得投資非常之唔錯。咁仲有依家就係現樓嚟噶啦，即刻買，即刻就可以收樓所說嘢，仲送埋裝修。咁呢個實用率都好高嘅，買一層送一層。咁之前咧係要一次性 full pay 嘅，咁依家咧可以首期5成嘅首期啦，59萬就可以上會投資到一套，可以到達到咗即係越租抵越供噶啦，因為你供先6000蚊，你租就可以租到4500蚊喎，我覺得非常之抵啊！咁啲錢啦唔投資攞嚟搞咩呢？我覺得真係值得過嚟投資嘅。咁各位朋友，如果有咩唔明白，又想對呢個樓盤有所了解，想過嚟聯絡我哋嘅呢，上方有2個二維碼可以掃描添加我嘅 WeChat WhatsApp，又或者打電話俾我嘅。咁上過嚟現場睇睇，我哋公司有專車去到各大口岸接送大家。大家如果揾到我公司成交，我哋會額外回贈3年嘅物業管理費，或者家私家電大禮包，又或者可以自然翻俾到各位朋友嘅。今期嘅節目就差唔多啦，大家對呢個樓盤覺得唔錯咧，就點個 like 支持下啦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